台南市自行开发社区师傅计划，提供高关怀学子到社区友善店家进行体验学习，并探索职涯。目前已经招募超过100间的社区友善店家担任学生的职涯导师。学子在专辅人员陪同下，透过学习校园外知识甲技能，帮助因在过程中得到成就感甲心理的支持，进而找到人生的目标。教育局设立举办成果发表，邀请社区师傅店家来摆摊，展示学生学习这些技能。我先刚去洗手吗？为感谢承办的民间单位台南市教育甲儿童青少年发展协会、职涯导师以及友善店家，市长委特特别出席活动，并颁发感谢状。我们的目的是 leave no one behind， 所以说希望没有一个人，他是辍学，或者他真的是需要来自高萃家庭，那所以说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关心。那今天不管是很多手作坊啊，或者是很多摊位，是展现他们努力的成果，也是我们社区师傅心血的结晶。所以特别邀请各位一起来，也感谢各位，祝福今天的展示圆满。我们也希望说，今天不是大家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办了这样子，不是下班回去大家就士农工商大家拍拍屁股走了。我们希望很多成果会变成一个报告，会变成一个书面的东西，会留下来，提供给接下来接棒者大家的努力的参考，这样才能把成果累积。教育局表示，在遐日民间单位合作下，台南市青少年探索班每档拢有推出创新的特色课程。今年甲台南大学合作戏剧课程，带领学员演出自我生命故事，感动众人。另外，嘛甲在地社区合作，自制芳草产品的课程，青营共用共产活动，也拢得到热烈回响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